而家個油個走勢咧，增長計就係跌緊嘅，因為主要嗰啲先進體系嗰啲工業嘅生產，或者第二產業嘅增長咧，其實都係跌緊嘅。嗯咁你好難話期望油股有一個好價格回報嘅表現俾到你嘅。但係大方向就係其他嗰啲所謂 momentum 啊，即係 AI 嗰類嗰啲咧，過去嗰幾年升得太犀利，咁而家就大家都回嘅時候咧，咁變咗就一啲相對我哋叫做公用或者係穩定收益嘅股票咧，其實個表現就似個比較突出啲咯。嗱，因為基金咧。佢唔可以話好似散戶咁樣咧，見到個市跌就掉晒啲股票冚唪唥揸 cash，佢唔得嘅。係啊，佢要一定嘅比例嘅股票揸住。咁如果你有一定嘅比例股票揸住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嗰啲momentum stock 係懟嘅時候咧，佢就會走去一啲相對冇咁 momentum 嘅嘢。咁有咧係其中一樣，即係